你能想象，如果你一夜之間就成為億萬富翁嗎？不，這不是一個夢想，而是當代中國的財富故事的寫照。短短40年間，一代企業家憑藉改革開放的浪潮，從資源、房地產、製造業、互聯網等領域累積了龐大的財富。這是人類史上少見的第一次原始積累，在如此短時間內完成的案例。今天，我們就來聊聊這場壯闊的歷史實驗，探討中國企業家如何在短時間內創造出巨大的財富。歡迎繼續收看，我們將為你揭開這個神秘的故事。如果你對此感興趣，記得點讚、分享，同時不要忘記關注我們的頻道，以便及時了解最新的內容和視頻。雙引號